黃金咧又繼續震盪模式啦，由低位反彈超過200蚊美金，最高咧曾經衝上去3057啊，但係琴晚升穿咗前高點之後咧，凌晨又急速回落，今晚嘅走勢咧真係要特別小心啦。市場咧就傳出特朗普計劃復活節之前咧結束俄烏戰爭，如果真係成事嘅話咧，避險需求咧可能會瞬間逆轉㗎。黃金多頭小心一轉勢咧就冇反應時間啦。尋晚升穿咗3028之後最後收報又落翻去3021，短線呢有機會係假突破嚟噶。今日建議3022、3024呢空單部署，止蝕呢就設喺3036以上，目標呢就睇3000關口。短期內黃金將會轉為高位震盪格局，方向唔明呢就唔好夾硬嚟。今日呢就以高空為主，靜待消息落地。如果你都感受到市場嘅詭異氣氛，記得訂閱我哋，一齊避開陷阱，穩中求勝啦！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